来有人趁防疫的期间大趁乌心钱。先来看高雄的左营，一间药房的药师去找工厂做喙罨，政府一片是卖5块，伊是一片6块，互工厂做，然后卖10块，现趁4块。一个月时间卖出着215000外片，趁86万。有人去检举，去互高雄市调处掌着。这行掠去关哦，上久关5年，嘛会罚钱，上最罚500万。记者后方这间药局被检调追查囤积大量的口罩，医疗口罩一片卖10块钱，而且呢，在1个月内的时间呢，就卖出了21万片，暴利数十万元。也是有卖1片10块的。对。高雄左营这间药局，曾经一片卖10块的喙罨，比政府规定的5块元高出1倍。原来是药局的负责人林姓药师，伫政府公告医疗喙罨为防疫物资了后，用一片6块元的价销私下找供应商，大量的进货，看准民众抢买心态，卖10块元赚防疫债。是有其他管道在贩售吗？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俄语的传播有那个供应这个东西哦。对2月初3开始到3月初3卖出的数量是21万片，成本6块，用10块卖出，一片是赚4块银，1个月时间就赚86万。行政院已经公告了，它仍然进货，而且有贩售，那这个涉嫌就相当的明确。口罩实名制是每片5块钱。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很大的价差。高雄市调查处查到这件行政院将用喙罨制造商以来囤积数量上大案件，林姓药师甲供货商目前接受检调侦办，囤积提高物价，贪污心财行为，处5档以下，相关500万的罚款。